再来看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土地开发的弊案，收乌西500万。今仔早起伊第二届出庭，郑文灿同款否认犯罪。律师网嘛批评起诉书有真侪检察官个人的预测是非常的无专业。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指控伫咧桃园市长任内涉及华科技园区土地开发弊案，收汇款500万。3日第二遍出庭。 伊提早前半点钟，由委任律师陈英来陪同到桃园地区，落车了，随就行入去法院，拢无讲话。为什么司法不公啊？这是会再补充说明吗？涉嫌收汇款500万，郑文灿8月获检方起诉，案件正入司法审理，已经有部分被告承认犯行。郑文灿第二遍出庭，依然否认犯罪，由律师代为辩护。针对涉嫌收汇款的部分。 律师辩护时阵，主要攻击起诉是根据前大叔高层廖俊祥爸仔囝的证词，检察官无尽到举证的责任。起诉书内面用敢若讲故事，高度入检察官的猜测，真无专业。另外，律师团也讲，起诉书错误引用相关会议的记录，这就对被告不利的部分调工扭曲，强调被告郑文灿并无犯意。 第一遍出庭的时阵，郑文灿坚持是伫过长工了，才知影廖俊祥有留一个内面有500万现金的袋仔伫咧厝内。从落来，甲其他被告的证词比对，抑个是毋是有对价关系，拢将会是法庭攻防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